你好，你们好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叫胡志伟，是个摄影博主。我知道，是吗？是吗？谢谢。我觉得你们两位气质很好，穿的风格也很好看，可以给你们一起拍张照片吗？谢谢。你们是情侣吗？很般配的，超般配的谢谢。谢谢你们，感谢。很好看。你们两位是模特吗？对。怪不得我觉得就走过来很专业。谢谢。是吗？谢谢。然后我这里有录像，可以把视频和刚刚拍的照片一起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谢谢。请问怎么称呼你？叶倩霞，口实叶然后单人旁的倩跟那个晚霞的霞。你好，请问怎么称呼你？刘子阳。刘子阳，文刀柳，然后儿子子太阳的阳。你们好，我叫胡志伟。很高兴见到你们，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